可能曾經好努力咁奮鬥，已經擁有咗好穩定嘅收入，甚至事業可能少有成就，但係就覺得人生好冇意義。又或者你可能感受到自己因為年紀開始大，競爭力下降，開始懷疑自己，亦都會覺得其他年輕人做嘢比你快，比你叻。抑或係可能你有家庭有仔女要養，你人生有一啲夢想想要追求，但係又覺得責任太重，冇辦法行開。我哋每一個人嘅智慧都分為流體智力同埋晶體智力。流體智力係講緊負責邏輯推理、彈性思考同埋解決新問題嘅能力。佢喺我哋年輕嘅時候會最強，因為係要幫助我哋學習一啲新技能啦，突破我哋遇到嘅難關，同埋適應各種各樣唔同嘅變化。但係流體智力係會隨住我哋嘅年齡增長慢慢下降，大概喺30至到40歲左右呢，就會開始慢慢去衰退嘅啦。但係好消息就係呢，我哋仲有一個叫晶體智力嘅智慧。呢樣嘢係講緊我哋可以幫助自己，由我哋以前過往嘅人生經驗入面累積嘅智慧，我哋可以幫助自己作出分析、做決策啦，並且將呢一種智慧呢去教導其他人嘅。而呢一種晶體智力呢，係會年紀越大越強嘅，佢會喺我哋40歲左右呢，會開始崛起啦，並且能夠持續發展，一路去到我哋生命終結嘅時候呢，晶體智力都會不斷咁樣去上升嘅。好多時你唔好睇少咗你自己嘅能力，你可以諗下，你覺得好輕鬆容易嘅嘢，你覺得冇難度嘅嘢，會唔會有啲人係覺得好難嘅呢？咁你就可以攞嚟同人哋分享，而透過分享、教導同埋傳承呢，你亦都會覺得自己好有價值，亦會解決咗嗰個唔開心、抑鬱嘅中年危機。